大家好，今日2026年8月21號，大埔宏福苑大火發生之前，相信絕大多數嘅香港人並不認識民建聯有位叫做黃碧嬌。大埔嘅老街坊或者聽過佢個名，知道佢係當區嘅區議員，活躍於宏福苑、廣福邨一帶。每選舉期間，有佢肖像嘅橫額就喺好多地方飄揚。我就搬入咗大埔近10年，從未喺區內見過黃碧嬌嘅蹤影。火災發生至今近9個月，除咗區議會嘅會議之外，黃碧嬌鮮有喺其他嘅公開場合露面。雖然捲入咗維修工程項目嘅爭議，佢冇出席獨立委員會聽證會，但係知名度就越嚟越高。假如進行一個街頭訪問，問下市民宏福苑大火，佢會諗起啲咩嘅人物，諗起咩名？相信黃碧嬌個名比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又或者殉職消防員何偉豪更加多人噏得出嚟，更加出名。又或者準確啲，係大火裏一場大火嘅野火人物，令人諗起人禍。黃碧嬌一度係以宏福苑業主法團顧問嘅身份出席涉及維修工程嘅會議，佢被指收集大量單位戶主嘅授權票，喺維修工程嘅角色被質疑。佢至今未有親自作公開交代。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早前披露，委員會揾到一份由管理公司智邦興業編製嘅授權黃碧嬌嘅單位嘅一份記錄，顯示咗黃碧嬌喺2021年嘅12月11號嘅會議有131張授權票，2024年9月6號嘅會議有148張授權票，佔兩日整體授權票嘅25% 同20%，並非佢早前聲稱只係收到大概20幾張嘅授權票。黃碧嬌喺俾委員會嘅供詞書面嘅供詞裏邊解釋，嗰200幾張授權票由佢本人、義工團隊、當屆法團委員同埋社區好友等等收集同埋協助處理，強調喺嗰2次大會裏邊，佢明確指明授權俾佢作為代表嘅授權票，各僅大概20幾張，其餘大部分呢係業主授權俾當時嘅法團委員等人，佢嘅辦事處僅負責行政代收同埋轉交。簡單嚟講，嗰200幾張呢，其實都係佢或者可以咁講，自己有收嘅，唔係佢本人親自收嘅。間接確認咗佢喺授權票嘅爭議裏邊，其實係有一個都重要嘅角色。網媒香港01禮拜3報導就話獲得咗呢一份嘅記錄，發現當中有單位業主喺開會之前已經離世11個月，仍然被授權。記者聯絡咗呢個被授權單位嘅業主遺孀之後，對方聲稱就話開會之前俾相熟嘅街坊索取呢個授權票，佢因為唔識填，交出咗一張空白嘅授權票俾個街坊，唔知道未辦妥遺產承繼係唔能夠授權其他人出席業主大會，亦都唔認識獲得授權嘅一位叫譚德榮嘅人。事件中懷疑有人冒認去世業主嘅簽名，涉嫌偽造虛假文書。01記者曾經致電黃碧嬌同埋佢嘅議員辦事處查詢，至今未獲回覆。大埔區議會嘅大廈管理工作小組
原定琴日下晝開會討論建築物管理條例嘅修訂，黃碧嬌係成員之一。自從火災之後，出席率係100%嘅黃碧嬌未有現身開呢個會。主席羅曉峰會上透露，黃碧嬌因為身體不適缺席會議。黃碧嬌嘅黨友都係區議員胡卓謙隨即追問係咪有醫生紙，羅曉峰就確認係收到阿嬌姐嘅醫生紙。假如授權票再鬧風波，同佢身體不適缺席會議純屬巧合，咁就真係實屬佢個人不幸。假如呢個係計算出嚟嘅巧合，為咗避風頭，咁不單係佢個人，更加係區議會制度嘅不幸。作為公職人員，有責任出席會議，面對傳媒同公眾。佢收到嘅一份授權書涉嫌偽造虛假文書，咁嘅話，其實區議會會唔會都核實下呢個醫生紙，以釋公眾疑慮呢？獨立委員會聽證會7月16號舉行咗最後一日嘅聽證會，委員會嘅首席代表資深大律師杜鑑坤批評呢個部分人拒絕作證，擺明車馬，不理公眾利益調查，令人感到遺憾。杜鑑坤懇請委員會對佢哋作出不利嘅推論，並喺最終嘅報告書寫出佢哋嘅所作所為。杜鑑坤當日點咗黃碧嬌個名。黃碧嬌喺大火之後一直被部分居民指控有不當嘅角色，佢拒絕作證，接受委員會嘅直接詢問。7月出席區議會會議之後，喺後門閃走咗，有迴避傳媒之嫌。琴日又巧合地身體不適缺席會議。特首李家超承諾一查到底，並要求官員配合。黃碧嬌身為大埔區議員，堅拒作證同埋回應傳媒。黃碧嬌曾經形容火災係人禍，佢最有資格講呢句說話。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祝大家週末愉快，拜拜。